那我也有飞黑的时候，会化做艺术演期嘅，佢後生嘅同意家總結們10多年前如立志愛說同意也紅翻哦，唔過伊創業唔係過順利，有雅思有是受到連鎖抗議，連作品收費嘅口碑爛嘅，弄到跳下嚟去哦，唔過伊還係堅持下來，2年前成功嘅團作品帶入日本市場，2年前團工作室搬到上門一間飛黑的時候。韓世紀嘅咖啡堂同藝術展覽堂，有好多嘅背後啱是在迄度是下午茶，同時欣賞其他藝術家嘅作品。那你端着我来放。那我们叠这个的时候啊，你中间稍微把它松一点，然后边边中间松一点，就是要让火可以进去。同意作品入窯之前，張傑明特別反覆研工表達微數，到底多麼簡單建立個品牌形象。使唔得有任何嘅漏氣，因为这个温度很高嘛，我就要让火直接冲进去，我也不挡它了。那这边温度还有，这边我可能就会挡了2、3块，把它稍微挡起来一下。哎，对你看一下，他最近出的煮茶器。60年世界張傑明係台灣新生代嘅藝術家，幾年前作品係成功打入日本市場。除了以此貼片嘅創意美好同風格，更係因為對同意嘅堅持同認真，將時代淘汰嘅兩百有藝術體會。同美術呢個佢對大學4年生嘅時，就決定未來愛說同意嘅航盤。純藝術在台灣這個環境啊，在世界上當然還不一定是這樣。在台灣這個環境，其實它整個的狀況還不是很明朗啊。那對於我們來說，你如果說以純藝術的角度來面對這個社會，我們會有一段非常非常煎熬的時光。那做陶藝，它其實可能做一些實用器，對於可能台灣那時候已經逐漸成熟的環境來說，我們也許出社會還比較容易謀生啊。退伍後，佢開始拜師學藝，好多年先生都唔曉唔識解就變資料。2年了後，佢自家創業，同白頭商務同時起業。唔過因為現從港踢大人，雅思同踢大人驚，連下見打電話來抗議，連警官處巡查弄來關心。在那個地方是我人生算是比較低潮的時候了哈，因為我們希望做這一行，但是我們用的是瓦斯窯嘛，那瓦斯窯它看起來有點嚇人哈，尤其旁邊又站了幾隻那個50公斤的瓦斯桶哈，那主要是我的鄰居，他本身有一點點的憂鬱症啊。那對於我們來說，我們造成他困擾，我們自己也不好意思，所以跟他這樣相處大概1年的時光，我覺得他辛苦，我也辛苦了。國家參加係當時小月事派節節發生，特別是垃圾分類，作品靠欄唔對外得其內會，只是在拜託當時嘅社會朋友，也係下個榜樣，再將金山外加去得。燒壞其實已經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了，可是處理垃圾是更痛苦了。那我們那時候我也是在台北市租房子，那我也不能造成我房東的負擔，我也不能就是在附近就找個地方先堆一堆嘛。同白頭創作按摩呢片，2年後張傑明同金山開工作室，一做就係10年，等作品數量嘅增加同創作年數嘅多年，2年半前佢想要擴張工作室，有100個機會。佢收到了件用唔到嘅小學。我在金山也是在一個民房的獨棟的民房裡面，可是腹地真的還是太小了。那因為我興趣又非常非常多元，我現在比較有趣的東西是在做家具了哈。那家具它需要比較大的環境。不管你在材料的收納跟製作，其實都比較需要大的環境。張傑明所用嘅2件學校係廈門憲法學校初二分校，2005年開校，
每下将开放小本人。北海岸其实在冬天是非常严苛的。我那时候拿到钥匙的时候是2月，它非常的冷，然后雨又很大，然后飘下来的雨还带一点盐分，所以我机器刚来这边，什么该生锈都生锈了，该发霉也发霉了。辛苦经历3个月，工厂将太快完成。目前蒋建明请艺术外的员工，向下为艺术创作来打饼。我们这个压完之后啊，再把底稍微擦一下。不用太用力哈，好，要不然它这个地方容易擦得太高，它的线条就不太顺畅。2/3是当地的，对，大概有1/3是一些可能大学它是学一些视觉传达啦，或者是应用美术啊，或者是一些工艺。来到这间用唔到嘅小学，蒋建明也將空間轉做創作來規劃。除了促進北海岸嘅後生人創業，更加將本學校看到一道，所以佢同教新二樓嘅空間拿出一半來。本朋友開咖啡廳，因為既然是閒置了，你重新利用，你不能說還是變成某些小團體自己在使用哈，所以我們要去思考，面對遊客的時候，我們要用什麼樣方法，然後用端出什麼樣的東西來，那也會希望說遊客越多越好嘛哈。看到外面的課桌椅啊，就會想到以前小學念書的時候啊，對啊，那這裡的氣氛也蠻不錯的，對。小朋友，我覺得小朋友來這邊又有書可以看，對，不會覺得很無聊。帶小朋友來這邊見識一下，說學校雖然沒有用，可是它可以換的另外一種方式經營，所以說你可以讓這個地方再重生一遍，所以說我覺得非常的好。咖啡廳隔壁嘅空間係提供其他藝術家展覽使用，轉做交流平台。這個地方剛好也是一個北韓的一個中間的據點，然後北韓藝術家又非常多，那我們一直就希望說這個地方可以提供出來，讓很多的藝術家來這個地方做一些交流，然後就聊一聊近況啊，或者是說對於說每個人的專業領域，他所屬的業內的東西，我們可以再進行一些討論。滿足世界創作嘅多元視野，有時地提供北海岸藝術家來聊天交流，涵蓋本遊客感受無窮寬嘅下晝茶時光。將佢們發發用唔到嘅小學，做一項得到一道好處，也顧到當道面向。